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行政院今仔通过补助方案，市区的农民一只猪补助810块的饲料费，麻平市场租金上侪补助20万，肉点仔补助3万块。蔡实惠早起伫南韩举行芬太尼的关税虽未降到10%，川普讲明年4月去中国访问，这届是无讲到台湾议题。民间团体烦恼台语的消息，呼吁政府随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制定完整的台语政策，是跨部会协调的体系。咱先来关心天气，气象署指出讲，今仔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北部温度上悬是到30度。也毋过拜四暗时开始就有东北季风，明仔载北部日时可能会降到20度，一直到后礼拜一温度是拢无改悬，所以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拜四各地天气转好，雨水嘛变少。气象署指出，拜四除了北海岸含东部会落一寡雨以外，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北部的温度上悬有到30度。也毋过气象署嘛提醒，自拜四暗时开始，东北季风会阁变强。拜五北部日时的低温会降到20度，也那中南部也是有30度。高温的部分，北部在3号之前大约都是24、25度哦，低温的话大约是20、21度左右。至于在中南部地区，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哦。气象署表示，东北季风带来影响会一直维持到后礼拜一。拜五开始，北部、东部含恒春地区会落小可雨，东部含中部的山区过道嘛有可能会落雨。11月1号到3号这段期间，纯粹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了。走在大台北的东侧、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不过在台东，还有比较靠近是在中南部的山区的话，是属于零零星星的降雨。气象署指出，虽然后礼拜二的温度会较小落，天气嘛变稳定，也毋过拜三东北季风会阁变强，时到就会阁反冷。提醒民众出门都爱记得加套衫，注意温度和天气的变化。记者桂松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即卖因为非洲猪这猪肉是真恶买哦，民众只好加买一寡鸡肉也是鱼仔。也毋过某民众发现讲鸡哦鱼的价销起买1成到3成。中华有一寡卖控肉饭、甲肉鸡店家，即卖是改卖鸡腿饭、鸡肉鸡哦，望讲会当来继续做生意。头家剁鸡肉剁袂煞，台中市爆发非洲猪这上大批发市场、建国市场，47大温体猪肉将要全部停业，消费者换买鸡肉、鱼肉部分价销起1到3成。就吃别的肉啊。最近哦，鸡肉吧。鸡肉买比较多。对，鸡肉买比较多。有增加啦，有的人控肉饭的迄都无用啊，当会来卖鸡腿转去做啊，有起一寡啊。市场内底也售卖冷冻猪肉，业者计调表示，消费者也受猪肉需求，惊走人客唔敢起价。后续市场介绍出色，爱阁看卖。建国市场驻地会强调，鸡鱼因为需求量增加，小可起价，消费者也应体谅。主食的部分的时候，像鸡肉啊、鱼肉，这个都会微幅会有调整啊，因为它现在就是原料不够。猪肉禁分禁台也冲击餐饮业，中华有名的控肉饭业者卖完最后一顶控肉，改卖鸡腿饭；另外一间肉鸡业者是改卖鸡肉鸡。当然，等到那个猪市开市的时候，有正常我们可以买到猪肉的时候，才会开始贩卖控肉部分。最近就是暂时以我们的新品，我们的卤鸡腿饭来呈现。没有猪肉，占用鸡肉。哎呀，所以是用我们是用鸡柳条。业者强调，控肉加鸡腿成本较悬，鸡肉鸡是处理上较高工，加上人工成本甲猪肉差不偌济。业者面对伫这临机应变展现韧性，也可嫌消费者接受度。记者综合报道。台中5车市场中发现非洲猪这病毒，农业部公告讲，全国伫11月7日中昼之前哦，佮继续禁止抬猪。行政院今仔嘛公布补助的办法，市猪的农民、肉品市场、屠宰场、佮有肉店等，拢提供补助。银行买来提供优惠的贷款哦，补助预算大约是11亿，望讲会当来协助业者渡过难关。针对身故贷款补贴利息1%，补助半档，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改用饲料，一只猪会当补助300块。伫还未解除台猪禁令的期间，一只猪买来补助810块的饲料费。市场的肉店一打是会当来补助3万块，对11月初3开始接受申请。
该看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早起邀请卫生福利部、农业部针对非洲猪瘟来报告。之前有人伫网络铺文讲，伊对非洲猪瘟一区马来西亚转来到台湾，伊伫机场是拒绝检查行李，伊同款买当顺利通关。第二立委就批评讲，即马机场的防疫已经真做是防疫的空胖咯。关务署嘛强调讲，要来取消红绿线的查验，未来回国的旅客行李全部拢爱接受调查。台中一个影视场进前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有立委认为非洲猪瘟不是台湾本土的，一定是为境外移入。对这代志，卫福部长赵宗良受访的时阵表示，会配合关务署，机场旅客会取消红绿线查验，无论入境国是不是非洲猪瘟区，一律同款查验。你的班次如果是来自于这个非洲疫区的，你就要拿那个红牌子嘛。那现在就是一律都同等的查核。另外，针对旅客入境检疫，之前有网友伫社群平台打文讲，家己为马来西亚转来台湾，拒绝手关行李做猪瘟检查，无想到海关无挑难，就顺利通关，因为无法源爱强制检查。对这代志，台湾立委是批评，防疫漏洞这么明显，中央竟然唔知影。针对高风险国家旅客手检皮包，没有强制，旅客可以拒绝。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漏洞啊！台湾的边境查验、入关的查验有这么松吗？也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请你打开包包，你可以拒绝之后，他就没事了吗？那这个手检区的目的是，如果你经过这里检查有疑义或者是猪肉的产品，你马上弃置。那这个不会受罚。但是后市场客客部分，卫福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关市卫生局，这礼拜开始爱加强严格来查打伤、超市、东南亚商店这的产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新竹市的香山区有一间幼儿园，和家长指控虐待囡仔。家长讲囡仔身躯有真侪打乌青甲伤痕。即马教育处已经启动调查，也已经有2个教保人员被停职。昨幼儿园办家长说明会，也毋过所有家长被挡伫外口，未当入去参加。说明会，园方禁止我们入园。徛伫幼稚园头前扣抗议布条，家长话讲明明是家长说明会，却甲人挡伫外口。新竹市香山区一间幼稚园，之前哪像有虐待囡仔的情形，目前已经有4个囡仔完成验伤甲报案。拜三下晡，幼稚园举行家长说明会，不过囡仔去幼稚园虐待的家长，却互挡伫外口，袂当入去参加。我小朋友遭遇到的事情是被丢到垃圾桶，然后连环的闪巴掌。然后还有拿长条状东西打胫骨等等，然后晚上到现在都还在夜惊，然后每天都起来说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就因为我知道比较多案情，我更知道更多，我手上握有更多的证据，就不行进去吗？园方他开说明会却没有通知受害家长，甚至警方也被挡在门外。这不只是程序的错误，也是再次伤害家长与孩子的尊严以及双方的信任。幼稚园表示，事件发生了后，已经甲家长有沟通甲说明2摆啊。这摆说明会是针对其他的家长，下一步邀请这个囡仔受虐待的家长。新竹市府讲，目前除了2个教师停职调查以外，事件也已经进入调查程序。目前本案已进入调查程序中，并不会因为该园召开说明会来影响本府的一个持续调查。市府指出，接下去会交由委员会来进行相关调查，来厘清囡仔身躯顶的伤到底是安怎来的。另外，幼稚园也答应讲，未来会伫教室内底装监视器，保障囡仔安全甲权益。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高雄林园3间共头家的幼儿园，10月初少年所逼出涉酷盗囡仔的代志，目前是已经有8个教保员被停职接受调查。高雄市的教育局决定讲，要甲经营这3间幼儿园爱甲关怀教育发展协会解约，后个月会先派人去代管，佮再找新的团队来接手。另外，教育局也来召开说明会来听家长的意见。
趁天气袂伤热，老师带囡仔出来行行走走的。高雄林园的这间中群非营利幼儿园，甲另外2间共头家经营的非营利幼儿园，因为对10月初开始，小说逼出涉嫌苦毒囡仔代志，教育局调查了后，已经有8名教保员互停职调查。林园3间学校拢出代志，可等咧找学校的家长愈找愈怨气。去学校会被受虐什么的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政府没有做得很好。对啊，他们应该让我们生小孩，应该要让我们更放心送去学校。听到即摆讲林园有3间学校出这种代志会烦恼吼。系啊，我讲啊无啦，那爱无要读到3万才要读的啊，伊就讲。啊，无啥物人要顾啊，无法度啊，无人有法度甲顾啊。8名教保员停职调查，违法行为也依法处罚。因为即摆老师人力不足，目前教育局是派临时的教保员来支援。教育局表示，已经甲这3间负责经营的爱甲关怀教育发展协会解约，对11月初1起，3间幼儿园会派人来代管，找找新团队来接。为着要了解家长的心声，提供协助，教育局按算31要开家长说明会，议员要求除了家长的权益，也爱照顾无辜受害的老师。目前已经协助大概4、5位的孩子转到邻近的公幼。那老师这边呢，我也尽量协助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毕竟有些老师是完全没有犯错的，那也在这段期间留下来照顾小孩。教育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3间幼儿园拢全面加装监视器，即阵逐工拢有派辅导员，也是督学去学校辅导巡视，确保囡仔安全，也毋望互家长安心。记者柯家祖、柯超雄、高雄场报道。屏东县的警察局为着要阻止诈骗甲在地公庙、银行佮地方企业合作，要求各行各业一当来主动提供警方诈骗的情报。屏东的警方伫今年8、9月份甲银行合作，嘛成功阻止2摆2600多万的诈骗案。银行人员把1200万的现金装入去卡绑，摕互县长的夫人领走。不过，这是银行人员配合警方的第一步。当县长的夫人提钱回去到厝的时阵，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不是无缘无故在这里呢？你人收偌济，你唔知影呀？警方提早1步安排人力，当妇人到厝准备要把1200万现金摕互车手的时阵，警方就直接抓人，避免这么大量的钱落入歹人的手头。其实这名县长的妇人前后伫无同的银行，互人骗6000多万，最后2摆是伫银行和警方合作之下顺利动落来。那是由4位不同的交易人汇到他的户头，感觉是民间借贷。不只是帮了一位客户，甚至也许是帮了一家人。跟他以报名牌的方式，让他去投资，投资之后再会丢一个网站连结给他，告诉他说，你现在的投资，你的投资报酬率多高了。因为诈骗集团的手路愈来愈多，尤其像县长夫人的案例，就是使用企业家头家投资的出头来骗一般民众提钱投入，亲像加入的群组成员，拢是诈骗集团安排的人员，甚至后个月政府要普发的1万块，嘛已经变成因肖想的后一个目标。屏东警察局就呼吁民众爱甲目睭闭好金。普发现金的防诈事故，第一不点，就是不是官方的网站，就是没有 gov.tw 不要点。第二，不填，不要去填这个个资。第三，不转，不要随意的转传这些讯息。警方统计，今年1月至9月受理诈欺案件3700多件，比去年同期减少16%，财损嘛降低12%，成功拿查金额1亿7000多万，比去年增加3成。屏东警察局长表示，会继续参当地公庙企业做伙合作，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企业的社会资源，斗阵打造全民预防诈骗网。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来关心今仔的国际大代志哦！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早起10点外伫南韩会谈，规定大约是1点钟40分钟，伫台湾时间的中昼11点50分左右结束。川普先送习近平坐上专车，伊就随坐空军1号返去美国。美国总统川普会后是表示讲，甲习近平的会谈是非常的成功哦，双方是拢同意大部分的项目，嘛确定讲中国会佮甲回答来讨论晶片的问题。川普佮讲，伊按算明年的4月会去中国访问，应该真紧地甲中国来签协议。虽嘛甲芬太尼的关税降到10%哦，嘛已经甲中国达成农产品甲大豆的协议。中国嘛随来买美国的大豆。这届敢有讲到台湾议题咧？川普是表示讲，这届并无讲到。
这张传实批讲无2点钟，是比川普家己预估大约会讲3、4点钟低真济伫会前2个人嘛分别来发表谈话，川普是俄罗斯习近平杰出，嘛真受到人的尊敬。佮讲伊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外界嘛拢真关心台湾议题。张川普是讲，这是无啥物好问的，台湾就是台湾。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两人见面握手，川普讲习近平是正强的谈判者，高搭习近平的脚趾边啊，讲两个人关系正好。川普甲习近平伫南韩釜山进行会谈，这是川普第2任期美中2位领袖第一遍见面。Since your re-election, we have spoken on the phone 3 times, exchanged several letters, and stayed in close contact. 习近平讲，全世界两大贸易体有当时有摩擦是正正常的。因若中国的发展甲川普所讲的，和美国在这边伟大环境是互相配合。美国进前有讲，双方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架构，中国将会解决分摊能源了进入美国。另外，川普同意延长关税收兵期。另外，中国也会暂缓稀土出口关税，并且恢复买美国的大豆。但是讲离稿，中国外交部拢无讲美中会伫咧全社会达成贸易协议。Fentanyl will b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discussing. Importantly, we'll be discussing the farmers. We'll be discussing a lot of things. 为了执行订领婚30夜到南韩，伊伫前一天华府的 GTC 大会讲，回答这么对中国的出货是$0，中国的回答市占率已经从95%降到0。有关这一点，川普离稿讲，有期伊会甲习近平讨论开放回答新一代 Blackwell 平台 AI 晶片的销售，表示伫这一边全社会也会绑定回答各界 AI 晶片销去中国的禁令。因若台湾问题一般认为美中达成大交易的机会是正小，也不过真侪华府的人士拢担心川普无重视美国对台政策，顶多是讲一寡对北京有利的台湾言论。对这一点，川普伫咧离稿自日本飞机南韩时阵，伫空军1号接受访问讲，台湾就是台湾。I don't know that we'll even speak about Taiwan. I'm not sure. I mean, he may want to ask about it. There's not that much to ask about it. Taiwan is Taiwan. 另外，大家注意的是，全社会进行几点钟久，川普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讲，已经指示战争部开始测试核子武器。这项极端的军事信号，可能代表这边的全社会并无亲像川普进前所讲的这么乐观。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今年 APEC 会议是伫韩国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昨暗嘛甲南韩总统李在明见面。韩国随着宣布关税税率，嘛强调讲韩国半导体关税是未比台湾较悬。咱台湾贸学者就表示讲，咱台湾的产业实力是真强，所以唔惊竞争。美国总统川普访韩，南韩宣布双方已经敲定关税税率。30号早上，包含朝鲜日报和韩民族新闻都是头版全开报道。南韩方特别提及台湾，表示半导体关税不会比台湾的更不利，引发关注。各大报头版头条全版拢伫讲美国总统川普来亚洲，重点协定之一，嘛包含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到伫2个人会面日到迄暗，南韩虽宣布双方达成贸易协定。 반도체의 경우 핵심 경쟁국인 대만 대비 불리하지 않은 대우를 보장받았습니다. 이를 통해 우리 기업의 대미 시장 진출 여건을 개선하고 특히 아직 관세 협상이 진행 중인 인도 등 여타국 대비 유리한 수출 환경을 확보하였습니다. 根据 APEC 代表团成员指出，目前台美关税谈判持续进行，重点包含争取232关税优惠，还有台美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业界分析，若是南韩半导体关税条件无较差，将来台韩同款半导体商品输往美国，台湾可能面临甲韩国同税率，或者是乐观看台。 对，其实未来同样的关税，台湾还是比较强啊。但因为半导体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特别在先进制程这个部分，它是可以转嫁的。在里面也有Samsung一个馆，就是它展现2奈米的晶片，所以它已经做出来了。但这重点不是做出来，重点是良率。学者嘛分析，观察目前的情势，甲美方谈判的重点，就是伫个投资内容。台湾争取税率20%，卖用搁他起的机会真大。不过，承诺的投资经验甲实践程度，这是后续的重点，必须爱持续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台湾高成员陈怡婷等3个人，在2015年涉犯侮辱国旗罪，也毋过高等法院是认为侮辱国旗罪有违反宪法的义务，在2017年申请释宪。也毋过因为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这案又搁拖到8档咯。高院就决定讲，无要搁等释宪的结果，伫8月底裁定重新审理。早是改判这3个人拘役15天，会当依靠罚金15000块，卖当搁上诉。也毋过台湾高是表示讲，侮辱国旗罪是已经过时的法律，会搁以言论自由的基本精神来提起上诉。10年前的消息，台湾高的成员陈怡婷、陈标婷，甲因朋友刘培宣涉嫌甲永和中正桥顶悬10多面国旗挂互破。新北地方法院2审改判无罪，上诉了后，高等法院认为讲，侮辱国旗罪有违宪的义务。2017年庭审申请释宪，不过这个案中组了后的高院合议庭裁定重新审理。而到审理的结果搁变盘，以侮辱国旗罪判3个人拘役15天，会当亦可罚金15000块。那我们上诉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改变判决本身，而是希望再一次暂停审判，就是要呼吁最高法院可以暂停审判，再一次进入宪法诉讼。那另外我们昨天也递交陈情信到监察院，希望可以弹劾3位就是现在没有要评议的3位大法官。高院判决指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这3个人把国旗挂互破，等于是吞踏国家甲人民，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犯刑法第160条侮辱国旗罪，考虑1审到大已经超过8年，以诉刑法第7条减刑，改判拘役15天，专案会当上诉。这嘛正做宪法法庭听判了后，法院重新审理释宪案头一个判决。针对这点，刘培宣质疑讲，拿赢会当由国旗表达因特定的意识形态，是安怎大多的人士都袂当挂国旗来表达无共款的声音。伊甲最高法院法官发声，希望搁一届庭审申请释宪。自从国众两党联手修法瘫痪了我国的宪法法庭之后，它严重的侵犯到人民依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请求释宪的机会。回损国旗案发生到现在已经经过10年的时间，高院本来就有权利裁定要继续审理，不用等宪法法庭判决。台湾国批评讲，侮辱国旗罪这个法律已经过时啊，一定会上诉到底。李干受讲，破坏国旗都是糟蹋2300万咱国的民众，言论自由并不是无限制。张嘉宾批评讲，是拿白人手互宪法法庭停判，影响人民捍卫家己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辛碧阳和中国中庆公安局以涉犯分裂国家罪立案侦查，国台办是讲这是维护统一的行动。咱国公安局嘛表示讲，得爱特别注意一寡亲中国家的引导条款。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表示讲，会要求驻外单位加强因应中国跨境镇压，随时来调整旅游的警示。其实有蛮多国家在这一个中国的要求之下呢，去引渡不一定是政治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甚至连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惩戒的范围。那他们对于一般人民会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危险呢，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这个危险其实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台湾人身上。强调家己抗议不是威胁，民进党立委辛碧阳和中国中庆公安局发布通报立案调查，指控伊涉嫌分裂国家。根据外交部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甲社等超过60个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国家60外国完成引渡条约签署，向前协助中共施压他国，要求引渡台湾人或者是外国公民的港股。换言之，就是说，像王委员或者是说沈博阳委员，是他们也只能到友好国家去，未来会是这样子的走向吗？这种威胁啊，是引起全世界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威权扩张。那至于说所谓缺席审判啦，然后所谓的这个不受时效追溯时效的限制啦，其实这个是20年来他们逐步在铺陈。要如何因应？要如何因应？我们不断的在宣导，然后也跟友好国家，其实在不断的针对这个东西交流。外交部表示，已经真济摆敲定和驻外管处加强防范甲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也就是长臂管辖的可能，搁看进行调整旅游警示。多地传授会敏感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回应一句：“台湾都是台湾。”林佳龙也强调对台美关系有信心。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以及非常密切的，包括安全、经贸、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对台美关系有信心。
伊表示，代表密切的沟通管道，也唔拿传协会同时做起 APEC 包含各个重要的首长会议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强化建立陆军的陆胜1号操演7港南美，今仔是到分林的原将乡来演习，进行地空整体作战的演练，咱做回来看卖。马镜抓直升机针对远程范围进行攻击。再来由战车开路开往第19线前进，搁阿号装甲车开往敌军阵营，透过无人机前方确认安全，以前后阿号方式慢慢挖进敌军阵营。黑鹰直升机的方式，一批2架次，会先期的针对远程目标包中后方之敌发起攻击。那接续呢，第二个部分，这边演练的科目就是实施。机步战斗车的一个驾车战斗的一个画面。为了强化国军战力，7港南美的陆军陆胜1号操演，30所架训练员中乡机械化步兵234旅转守为攻，联合6项战驾车部队协同作战，各利用新建化尾车 TAK 手机指挥系统即时同步现况。至前方空地趴下，我军会保证您的安全。这次也把新战喊话车纳入这次的一个验证，它会实施伪冒的音讯。及新战招降性的一个喊话，任何的状况都可以透过这套系统，透过包含视讯或者说是用这个图资的方式来进行回传。然后这个其实对于这种地面资讯化作战来说是蛮重要。军方表示，这届操演出动目镜抓直升机、8连架车、新建化尾车、CM11战车等，各利用空心弹、仿真实弹增加真实感，希望透过更加侪实际的战术演练，提升地空联合作战能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台南永康有73栋历史的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按时要刷去关庙。永康的这个所在要转型做创意园区。今仔透早落尾一批义防军队车队对永康炮校出发，沿途拢有真侪民众来翕相。永康炮校今仔开始嘛正式行入历史了。落尾一批的义防队伍拢总有13车，准备出发沿中山南路赛，要去关庙新的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沿路真侪民众特别赶来参与握手欢送，嘛记录这历史性的画面。这旧名号做陆军炮兵飞弹学校，嘛叫永康炮校，后来改名做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伫台南永康到达已经有73天的时间，甲在地居民难免有寡情感。做伙久啊，佮阮伫遮做生意。互因就是有一个大家互相啦，就唔甘的，就唔甘的点啊，有危险啦吼，阮会当去叫阿兵哥来甲阮斗帮忙啊。国军大概拢出动人力来协助地方各种灾害救援，清刷落尾一天，当地嘛真侪里长要带里民入去营区来怀念。利用你结合作战，所以讲遮的里民大家拢做爱入来得看看，安尼。我们也共同面对了。例如2016年维冠大楼倒塌，还有前一阵丹纳斯等台风、大自然灾害的，我们炮训部的官兵秉持着爱家爱乡土的心情。永康炮校这块土地有80几公顷，台南市政府除了办理永康创意设计园区区段定修的开发工程，嘛依照都市计划来拆建道路、公园绿地。按算有永康区公所等单位要迁入来，另外嘛有产业会来。很多这个企业都缺乏用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用地是非常好，而且交通非常方便，所以对于永康、对于台南市的发展非常重要。所以经贸也赢，机关也赢，然后市民朋友得到休闲空间，更是一大赢家。永康炮校过去当年正做台美防空飞弹接装的平台，前后建议各界推动超过20吨。到达永康炮校已经搬去关庙的唐山营区，市府嘛伫人口上侪永康区，得到一大地宝贵的发展北地，回顾历史难免有唔甘，更加侪是对未来整个城市唔望。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协议，阁无到20天哦。以色列第2白暗时到29，讲要替一个互哈马斯断时的阿兵哥来报仇，又阁开始轰炸加沙，嘛造成104人死亡，包括40来个囡仔。已經和炮火璀璨加激烈的加沙幾啊路，有一寡巴勒斯坦人就來摸一寡用棉布包的屍體，看在是囡仔。In a wave of Israeli airstrikes across the Gaza Strip are appalling.
美国总统川普立告讲，无任何代志会当威胁破坏停火协议。以色列离背汉对加沙进行空袭，造成重大死伤。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伫拉法进行攻击，造成1位士兵死亡，违反停火协议。空袭加沙是替死亡的士兵讨公道。国际社会即期停火敢讲是讲好算的。 Early Wednesday, Israel announced a halt to the bombing. It said that the ceasefire was back on track. Much of this appears to be the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been the key mediator. He says he recognizes Israel's right to respond to attacks on its troops, but h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he expects this ceasefire to survive. 以色列军方离到中岛讲，有接到政治领导层的指示，爱恢复停火，英国也会随时准备对付对方的违规攻击。 在此之前，因攻击加沙的目标有超过30个，拢是恐怖组织内面掌权的恐怖分子。到目前，哈马斯强烈谴责以色列找借口继续空袭加沙，也讲因是遵守停火协议，并且指控以色列至少违反停火协议125遍。埃及加卡达伫这边调停做中人。 卡达总理穆罕默德讲，虽然这边加沙各发生战事，不过以下双方拢认为停火应该继续。若是离背暗时这边的攻击，搁一直发生，那呢停火就真正敢若是讲好算的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再来看美国的密西西比州有一台拖拉库载实验室的高山仔，一台车出车祸并车，车顶大部分的高山仔拢死去，其中有3只活落来死过走。警方本地是警告民众讲，这高山仔身躯有病毒，也毋过后来研究单位是强调讲，这高山仔身躯是无传染病，是毋免烦恼。 伫草坡内面的这只狗，目睭紧紧死过相，因为伊本来被关伫咧大卡车的车厢内，怎么煞伫野外？ We are live in Jasper County at I-59 around mile marker 117 with a wreck that has exotic animals loose. Law enforcement with guns here. 警方讲，一开始就是讲，除了这只狗以外，其他逃走的狗拢已经死啊。也毋过尾啊发现的声明，讲清点了，还佫有3只找无。 When I arrived on the scene today, people wearing white coats, gloves, and hairnet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We're looking around into the woods and on the side of the highway. 一台大卡车发生车祸并车，车内车厢也甲规死过，顶头搭着活体动物的牌仔。逃走的动物是杏核狗，一般的体重是7公斤，是全世界用伫咧医学研究用途上最动物之一。The monkeys were research animals that at one point had been held at Tulane University in New Orleans. The university said it no longer owns those animals, and it also was not transporting them, but the university did send a team of animal care experts to the scene, said that the animals were not infectious. 警方讲，因一开始接到报案时阵，卡车司机是讲这款狗有危险性，若要处理就要穿防护装备。所以伫车祸发生了第一时间，新闻报道就讲，这款狗身躯顶有包括水管，还有新冠等病毒。不过，杜兰大学澄清讲，这款狗并无接触过任何传染性病原体。因若车顶本来载偌侪只狗，狗的所有权利是啥人，未知其倒位是啥人负责，还有卡车并车的原因，怎么拢还佫伫咧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KEO 客家委员会关注民意有关民会，也毋过台语说拢无专职的单位。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要赶紧来成立台语福建委员会。因讲即马6岁到14岁囡仔，敢若7.4%会晓讲台语。伊嘛帮讲政府会当赶紧来制定台语福建的政策，甲台语发展研究中心。53%好地地，7.4%。 邱友义要求成立台语福建委员会。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就学者、民意代表做伙站出来，要求政府爱成立台语福建委员会，赶紧制定完整的台语福建政策。联盟指出，目前客语有客委会，关注民意有关民会，毋过台语却无一个专职单位，干来靠民间的力量来福建台语，真正足吃力的。客委会每一年45亿，原民会有91亿，但是目前无任何。 部会甲预算是针对台语的发展，政府长期拢倚靠即个民间的力量，但是民间的力量有一天会无。阮台北市一个状况是，一个专职的人力拢无，进前
中央有台语家庭的计划要落实到地方的时候，阮找袂到一个专责的人力要来处理，大家拢杀来杀去，无人要做。台语政策推动联盟指出，即卖60个岁以上的时代，佮有69.9%是会晓讲台语的，毋过6岁至14岁囡仔，就敢若剩7.4%会晓讲。这款断层也呈现出台语的死亡线。政府若准讲无重视，台语有一天就会消失去。阮的囡仔就是这7.4%，阮拼死甲囡仔讲，讲阿嬷拢无爱讲呢，为什么会安尼？过来，囡仔去学校了后，原本台语笑笑叫，转来甲你讲，妈妈我不要讲台语了。为什么？因为学校内底无人参面讲。民团也提出6大建议，要求政府制定台语发展政策，和台语发展研究中心制定媒体语言政策等等。民团认为台语的发展袂当干那文化部和教育部，应该加入国防、外交、司法和农业等等所有公共政策。若无渐渐台语就会变做一款表演语言。呼吁总统府和行政院应该爱随启动台语发展委员会设立听书。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高考风电业者按说要伫屏东县邦山乡的红岗村设10座的风机哦，当地反风电自救会今仔就去立法院申请，要求风电得爱退出当地。环境部是指出讲，目前环评是个爱报警。屏东县政府嘛强调讲，无支持这个案件，嘛讲之前业者违法时间哦，嘛已经罚款6万块咯。保护家人，拒绝风电。化口号要求落叶风机计划退出屏东邦山乡。邦山西亚反风电自救会30日就报告立法院向立法申请，指出其风电可能冲击附近居民身心健康、当地作物甲生态。国指控业者无经过申请就强行施工，办说明会也是找有地缘关系当地居民。人家已经弄好了啦，你要抗议？我说有吗？然后我就骑摩托去看的时候，哇，人家已经插桩插好了，树林都被他们挖掉了。后来跟我讲说要楼梯给我下啦，也可以说恐吓，也可以说不恐吓啦。你有没有做过你洋葱跟芒果种风电的测试过？没有啊，没有，我们这第一个我们白老鼠。因为bình成公司要伫本港村设10个落叶风机的计划进入环评审查，环境部回应，因为开发单位对作物景观等冲击无详细调查，已经退件，请业者爱保证。生态的调查，尤其那个屏东有很多猛禽，但是他调查的不够详实，然后甚至是他对芒果、对洋葱，所以这个部分都请他们补充。部长已经讲过，对于陆域风机是不支持、不鼓励。那进来我们这边一定是严加把关。自救会也无排除会到屏东县政府申请，要求县府正式表态。这案子在环境部没过，根本就不会送进县政府。他如果假设真的环评过了，送进县政府的话，生态有疑虑的话，县府也绝对不会同意。县府强调，9月初业者无得到同意之下就动工，虽然讲是进行风力测量研究，不过已经违反区域计划法，依法罚6万，会继续监督业者。业者伫这个进程暂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昨伫民间乡的新民村召开焚化炉议定地上物补偿的说明会，自救会冒去抗议，因讲焚化炉案的环评才达完成第1阶段的初审哦，即马就办补偿的说明会，违反停书。假民主，征收地，程序瑕疵。民间乡反焚化炉自救会在南投县焚化炉议定地的地上物补偿说明会期进行，化口号抗议。自救会认为焚化炉也未通过环评，县府就先走来甲原本先做议定地农地农民讲补偿的代志，加上用地也未变更，就已经完成半用。自救会批评这个停书真有问题。环评的定数刚刚离个1阶尔，迄土地的变更嘛还未开始，结果就已经半用啊！伊安尼是违反定数。在焚化炉议定地的地上物补偿说明会，也牵涉22位新租农地农民的权益。有农民烦恼收落来租无土地摊种，也有人烦恼农保无法度延续。民间乡民代表会主席也讲，有农民无偌久进前才租地，开100多万搭温室尔。若讲未来袂当继续使用土地，政府应该爱有另外的补偿。
所以袂使无伊啊，因为大家阮做下个人，大家都是为着这农保的。我顶工去高山树尔啊，无我在旁边有无人租的无，拢斗拢嘛租了了伊。要有其他的一个保障甲救济金的一个问题。土地征收之后，针对土地的补偿，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县府会赶快来研究。那另外针对我们焚化厂开始正式营运之后，相关的补偿金，我觉得我们也会把这个22个地主给纳入我们补偿的范围。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环评和土地变更拢有照程序行。环保局也强调，116年6月30进前，原本租土地的人会当无偿使用农地，农保袂中断。官府也会甲各山属季节配合新的农地。记者辛欣琪南投报道。最近有空服员因为破病唔敢请假，不幸过往。今仔早起，就有工会团体去劳动部抗议，因呼吁讲，伫劳基法还是公务人员劳工请假的规则，佮爱并出明确规范，互劳工会当放心请假，免惊受处罚。真侪劳工代表来到劳动部外口抗议，表达诉求。有中型空服员因为破病，所以唔敢请假了后不幸过身的代志。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表示，代志甲打来，航空公司针对未来敢会因为请假影响到员工的考绩，也是无讲好清楚。工会批评劳动部到打嘛，也无做出处分，和提出应对策，要求劳动部应该爱伫劳基法也是请假规定当中来定出明确的规定，互劳工会当安心请假，免惊受处罚。长荣航空的考核机制一直到明天，就是我们今年度考核就要截止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制度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持续的还是在一个很不敢请病假、生病了我们害怕请假会被惩处的状态下。另外，嘛传出介成有自封达压工会的代志，有工会代表抗议讲，会议基金会调工刁难工会的员工请会务假，也毋过会务假是工会法和工会干部的合法权利。工会表示，对去年开始，基金会都用各种理由不准工会的员工请假，就连今年6月劳资会和解会议了后，也阁继续刁难唔互人请假。工会希望劳动部出面主持公道。我们也是都直接跟新北劳工云申请上课，然后他还是驳回了我们的请假，然后我们大家后来都是用特休。针对这些劳工朋友所关心的请假权益，也阁有工会的诉求。劳动部讲未来有打算要来修改请假的制度，也会定出法律规范。记者担心东社桂林台北报道。金管会主委潘金龙今仔去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针对虚拟资产专法的进度做报告。两位关心金管会对稳定币、加密币发展甲监管的态度。潘金龙是表示讲，未来会采取甲类金融机构相像的高度监理，嘛强调讲今年会进行洗钱防治的金融检查，嘛已经有对11间币商罚超过1,300万。有关稳定货币，真侪国家拢赶紧要立管。有立委关心金管会对稳定货币甲加密货币发展，也阁有监管的态度，敢是爱赶紧对着其他国家的脚步。潘金龙讲，虽然无赶紧，嘛无想要比人较慢，也是希望用谨慎甲照步来的方式。有关甲虚拟资产的业者金融检查有发现3大缺失，甲11间业者罚1,300万。针对这点，潘金龙嘛作出回应。审查措施通报有主观上的落差。如果是任何的缺失，他的动机我们不会知道，但是我们会针对他的缺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规定，该处罚、该纠正、该管理就加以执行。潘金龙讲，3月份开放登记虚拟资产业者，9月核准交经，过程当中有真侪业者互倒汰。未来对整体产业会采严格监管的态度，针对业者的资本业、财务甲内部管理，拢爱符合一定的标准。也若防止弊端的部分，嘛要求无共行业之间连通通报。嘛有立委关注，即马除了银行以外，还阁有啥物人会当发现稳定货币甲虚拟货币？稳定币的部分有没有可能交易所啦或其他的地方可以有发行？像刚才我们没有在法律上把它限说，但是我们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我们说我们基于审慎的态度，我们会优先的由金融机构来发行。潘金龙表示，针对国际业者敢会当入来台湾，金管会是抱开放的态度。若是有外国的虚拟资产业者来申请，要看专法通过了后，若是有明确的规则，才考虑敢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企业推出一款 AI 动物盘，看起来就亲像是猪仔鼠，是真古锥，细只个咬塞奶。伊嘛会透过甲主人的互动来发展个性，咱做伙来看卖。
球伫咧桌顶，浅柑仔色加浅朴色，看起来敢若是碰水球共款，身体软来爽去，敢若是伫咧甲你晒奶。这是日本电子商品企业卡西欧研发的 AI 宠物机器人 Mufflin， 细细只正高水。Muffin's been designed to really help support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研发公司讲，这个 AI 陪伴机器人，细细只甚至能放伫咧手盘顶。互消费者会当随身罩伫咧身躯边，主人会当用手机的 App 改号名。机器内面有情绪地图，利用传声器、光线加触觉感应器，对光线、声音抑个某个感觉回应叫声、头会海震动、身体软来软去换姿势。主人会当用 App 来观察伊的情绪，斗阵久了，伊会根据主人的互动方式，建立一套甲主人斗阵的模式，进化出超过400万种的个性。The idea of looking at our very human softer side, lik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xiety, those kinds of things, and how our AI can help by creating a cute companion, which everybody ha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伊也强调，这种机器人唔是宠物的代替品，或者是佚佗物仔，是用新的方式，加 AI 运用伫咧治疗加社交层面的创新发展。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